诗篇第3篇第1节到第8节，以及撒母耳下卷16章第5节到14节，甲咱分享大卫的信仰，甲大卫的信心。虽然迄时大卫是以色列的一个君王，是一国之君，总是互咱看见伫撒母耳下卷的中间，伫迄个所在，伊会堪伫忍受人的侮辱，人对伊的詆骂。人对伊咒诅，咱知影伫大卫一世人的中间的时，伊充满真侪欢喜，真侪快乐，真侪忧伤，真侪痛苦。特别迄时，看讲扫罗王要追杀伊，但是这还阁不要紧，扫罗要追杀伊，事实上大卫会通杀死扫罗，总是扫罗。伊无安尼做，伊讲这是耶和华所抹伊的，所以伊袂使甲杀。互伊最痛心到底是甚物代志？就是伊的亲生囝，迄押沙龙。我顶礼拜甲咱讲，押沙龙生得真缘投，真聪明，真巧。总是大卫所有的囝的中间，若对圣经了解的中间，是伊上界疼这个宝贝仔囝。兄弟姊妹，我甲恁讲，咱若是有迄款的囝，逐个人是毋是非常疼惜？无拍算，伫即个囝毋若背叛伊，伫迄个所在阁追杀伊，要杀伊，总是大卫伊依然专心来仰望上帝。伊相信上帝就是伊的瓦库，相信上帝的确会通帮助伊。现在咱已经特别过去的这个农历年，阁几工若定。检查你捌伫这个一年的中间，你伫遐帮衬人帮衬过别人，检查一个，检查3个、5个，或是伫你本身依然拄着别人对你的帮衬，但是信仰上，咱是毋是亲像大卫也是一样，相信上帝？就是伊的瓦库，相信上帝会胜过上帝，相信上帝是伊随时会帮衬。是啊，咱每一个人，咱若专心来倚靠上帝、胜过上帝的人，上帝今仔日伊会帮助你。现在咱要面对一个新的一年的一个开始，咱要如何行一条伫明年这条道路，咱拢无一个人捌行过。到底明年的世界，伫台湾，或是伫咱的社会，或是伫咱的教会，或是伫咱的家庭，还是伫你家己本身，会有甚款的变化？我想咱无人知，我嘛毋知影。我到底明年到底会怎样？伫这个所在，我5手知影，目前只有知影一项，这回转来台湾。本来我了爱到加州有一间教会爱我去，我2礼拜前伫迄个所在讲，我想我毋通过去啊，因为65岁退休了，上帝互我伫美国的教会帮衬过5间教会咯，总是算来算去，总过年到的时，我都38岁，的颠倒表是83岁。我咧想讲，我毋通阁继续阁咧担任牧会的这个工作了。兄弟姊妹，明年到底这条路线到底会怎样？我想讲，咱无人知影。伫这个所在，咱知影，到底2025年会怎样？真侪预言家伫迄个所在讲2025年的时，到底会怎样？会怎样？甚至伫迄个所在，印度的一个囡仔，一个少年的预言家，伊若讲台湾2025年会发生真大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真侪预言家伫遐讲预言。我劝咱大家，毋通将这预言家伊所讲的放伫啦，刻掉伫你心内。我想我就一项，听听就好了，看看就好啊。毋通先过头相信。咱做一个基督徒应该爱知影，现在是属于末世
一个时代，也就是耶稣紧紧要过来的一个时代。我建议咱兄弟姊妹，大家多多看圣经，逐工勤读圣经，逐工祈祷，咱好好灵修，备办咱的心，听候耶稣第二遍的再临。假使你若唔知影讲，伫这个第二次再临，伫这个末世时代，到底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咱唔知影。不过我建议咱读马太福音24章，彼得后书、启示录，或是但以理书，咱就会通了解一寡来清楚。咱知耶稣第一遍来是带什么来？耶稣第一遍来是带上帝疼来到世间，但是伊第二遍来是带来上帝公义甲上帝审判。对圣经内底甲咱讲，伫彼得前书4章17节讲，因为时要到，审判对上帝家开始。今日同世界会通讲所有的基督徒，多数的人要咧麻痹，麻痹什么货？讲敢有耶稣，敢有第二遍过来？咱伫咧所在是着耶稣，咱亲受耶稣第一遍来的时，带来上帝疼。上帝爱世人，顺势上帝疼世间，甚至将世间迄个互咱。伫咧将上帝疼来带来互咱。咱逐个人游园伫迷园，伫即个圣诞节，即欢喜快乐日子。总是无想到第二遍耶稣过来时，带来上帝审判甲公义。圣经内底甲咱讲是上帝的审判是对上帝的家开始，上帝的家到底是倒落？上帝的家就是这个所在。上帝的家就是指教会，伫教会就是上帝的家。做是若对体制来讲，耶稣第二遍过来的时，要审判这个世间。耶稣毋是用疼迄个面，是用公义审判官迄个面，要审判全世界。当然是审判是伫上帝家开始哦，毋是伫外口，毋是伫无神的人开始。圣经讲，从上帝的家开始。那对体制来讲，就是讲为牧师、为长老、为执事、为各团体的会长、为兄弟了后，为兄弟姊妹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，包括我做牧师的，咱爱好好准备咱的心。免伫耶稣来的时，兼在耶稣来讲耶稣啊，我伫天母教会开创2间，伫台北中会我嘛开创2间教会，我伫天母教会若牧养30年，耶稣啊，我伫啥？我若无好好准备我的心，当耶稣过来的时，用真相会我不认识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就注意这个代志，毋是跟信耶稣受洗礼就会通得救。没有这回事，不是得救，不是洗礼时就会通得救。你若无好好准备你的心，耶稣过来时，耶稣讲我不认识你。到底明年会发生什么个代志？咱若唔知影，嘛无确定，嘛无把握。明年是一条充满变数的道路。伫信仰上，咱需要有勇气。咱需要有信心，需要有智慧，挖过耶稣来引带咱来行这条未捌行过的道路。约翰14章第6节安尼讲，因为耶稣讲，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活命。若无对我，无人会通到伫上帝遐去。咱个自古早到今仔日，咱所认捌。到底有多一个宗教的教主有多一个宗教教主讲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？无有一个宗教教主敢安尼讲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咱看这华人的世界，大家拢去拜妈祖、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伫伊的最高的讲最精华。伊的著作就是最后迄本《金刚经》《金刚经》。伫《金刚经》，释迦伊家己安怎讲？我释迦
要伫祈求真理。印度话真理就是神。换一句话讲，我设计，要搁找，要搁敲找这个真神。所以耶稣讲，我就是真理。为怎样咱无拜真济人无去拜耶稣，来去拜讲要搁敲找这个真神，这个设计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真理。”所以每年咱要行这条道路的时，这条新的路的时，咱讲对耶稣来行就对了。再去我用《申命记》11章第8节到12节来甲咱三甲来分享。回顾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迦南地的这边界，因自从离开埃及到伫旷野，经过40年漂流生活。现实话，你若对圣经地理，对伫埃及到这迦南地，40年，讲比牛行都较慢。那差不多大概咱讲一般来行来讲的时候，免3个月就行了啊。那用我今仔日程度来讲，我差不多个半月，我就通行到迦南地啊。就是为怎40年？迄个40年是以色列百姓一再反抗上帝，唔听上帝的话，所以伫遐来旷野流浪40年久。但因这个是这段时间，因经过了什么货？因经过漂流的生活，经验到试探，经验痛苦，经验看路、担忧、失败、孤单、甲无奈，以及死亡的威胁等等。现在伊要经过这个约旦河，来进入上帝所应允互因这个迦南美地。今日白话有甲咱讲，当咱的大总统伫元旦的时，伊讲上帝互咱的台湾。赐予咱台湾就是迦南美地，咱爱为大总统好好来祈祷。10多年前我都捌你，伫台南的时候我都捌你。种真济牧师，伊捌真济牧师，嘛真济牧师就过去。等我退休了，伫台南教会、台南东门教会1年的中间的时，伊游完到伫台南教会伫迄个少年大学，伫迄个所在演讲。所以咱求上帝赏赐予伊真侪上帝囝。咱台湾是一个迦南美地，咱讲实在是美丽岛台湾、美丽岛台湾。既然咱的祖先伫这个所在定根，这几十年来，为了民主、为了自由，真侪人牺牲因的性命、因的家庭所换来的这个美丽岛的这个台湾。所以咱今仔日爱好好来珍惜台湾，唔通互遐伫立法院以及亲共产党的遐人来出卖咱台湾。当然来看，上帝应允这个迦南，用这个迦南美地，互以色列百姓，但是摆伫因头前就是一条因要袂捌行过的这个道路，是这条要袂捌行过的道路。上帝赏赐有4个宝贵的一个应允。第一项，咱正行伫一条老练甲密的这个道路，敢会通将迄个圣经甲秀出来？有没有？好，若无我来读就好。伫这个申命记11章。第8节甲第9节，好，咱荧幕已经出来，请咱斗阵来读好无？第8节，请。互恁的日子久长，伫耶和华所甲恁的列祖咒诅赏赐因，甲因的后裔的地。就是迄号老练甲密的地，现实话用华语来讲牛奶与蜜，老练甲密，是一句非常水的一个形容词，形容以色列百姓要入去得到做业迄个地，就是老练甲密是丰丰富富、很丰富的，
豆奶甲蜜的道路，就是过一个无欠缺、真丰富的生活，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生活。这是上帝特别应允赏赐予遐个凡也愿意遵守伊的命令、听伊的话、顺服伊一切改变的人。过去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所行的路，是一个坎坎坷坷、无平的路，是一条惊吓的路，是一条袂通正数的路，嘛是一条很愤怒、不安、无稳定的道路。现在因为交战痛苦的日子要结束，都亲像太阳这个小战太阳的军队同款，要进入这个迦南美地来接受流量甲蜜的这奖牌，这奖牌同款。现在咱已经行到伫2025年1个月，这个1个月要经过啊。伫这个2025年1个月经过，咱所要来迎起这农历过年，咱若想着讲要得到迄个流量甲蜜的地，必须要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专心倚靠上帝的人，信靠上帝的人，安静听候伊的引传。所以，伊所要赏赐互咱作业的地呢，相信上帝互你互我是丰丰富富的。想要得到这流量甲伊的地，必须要有信心、专心信靠伊的人，才通得到。上帝必定帮助后面。第二，咱正行一条新天新地的道路，请咱看第10节。第10节，嗨，第10节，请咱斗阵来读，来请。因为你要入去圣洁的地，毋是亲像恁出来的埃及地，你伫遐野种，用骹踏来灌压，亲像菜园。第10。好，谢谢。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你要入去圣洁的地，毋是像恁早前出来这埃及地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恁正正是行一条新天新地的道路，一切拢是新的，一切拢是伫上帝恩典的这个下面，所以甲以前的这个经验无共款。埃及的经验袂通摕来迦南地，过去已经过去，过去的经验无适用伫新的环境，伫新的环境就爱有这个新的一个改变。过去所养成的这个价值观念，嘛爱重新伫遐来调整。面对新的一年，伫咱的头前是一条新的道路，是充满希望、光明、喜乐、祝福的道路，但是嘛是充满挑战、紧张、惊吓、看路甲试探的道路。要来新的一年，虽然咱心内充满希望甲光明，总是嘛难免感觉到真生疏、惊吓、不安、无把握。咱确实，咱拢唔知影。面对新的一年，虽然咱心内充满希望、光明，但是咱嘛难免感觉到生疏、惊吓、不安、无把握。过了年检采，有人伫迄个所在讲转换这个工作的跑道，有人计划新的事业，有人计划新的生活的规划，但是嘛有检采有人还佫徛伫迄十字路口。毋知为安怎行，是往东、往西、往南、往北，毋知如何行。对于有即款改变甲负担的人，上帝话伫以赛亚43章19节安尼讲：看，我要做一项新的事，打定发现，恁竟毋知嘛？我要伫旷野开什么会？有人知无？我要在旷野开什么？
道路哦，我要伫我要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啥？开工课。这就是甲咱讲上帝伊要伫咱每一个人身上做一样新的代志。咱真紧会发现，伊要伫旷野无路的所在为你开道路，伫这个沙漠无水的所在为你开工河，有水通互你。各位，咱若爱信靠这个上帝，来挖苦伊，遵守伊的话来行，你就通上你的重担甲跨路来交互伊。因为耶稣甲咱讲，烦恼多苦担重担的人，就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怎？要互恁得到安息，要互恁得到安息。第三项，咱正正行一条有山谷、河水轮叠的这个道路。11节咱过来读一遍吼，11节，请。有山，阁有山谷，来承受天的雨水的地。有山有山谷，咱是讲未来，咱未来的道路。伫明年的这个道路，咱有关关节节，有欢喜，有忧愁的道路，是有成功甲失败的道路，是一条起起落落、起伏不平的这个道路。是的，有山有山谷，是讲起这条道路，毋是真很平坦的，毋是真真平、真顺利的道路。有山有山谷，是讲起这条道路毋是真平坦、真顺利的道路。有山有山谷，上顶咱未来的这一年的道路，是充满挑战甲冒险，是一条无一定顺利、平坦的道路。各位，伫咱人生的道路，无可能拢处伫啥，拢处伫这高峰状态，嘛无可能永远处伫山，迄个讲山谷底下，是无好的状态。无论咱未来的日子是好是歹，是欢喜是忧愁，是成功是失败，上帝应允咱会有丰富的雨水，要互咱。除了咱离开伊，唔相信伊，唔管咱伫未来新的一年是处伫悬，是处伫低，是欢喜是忧愁，成功还是失败，是起还是落，挑战还是冒险。上帝应允咱每一个人会有丰富的雨水，要互咱。一只雨水要咱讲什么话？雨水代表上帝恩典，甲你同在。除非咱离开上帝，无需要上帝，唔信过上帝，这款的人当然得不到上帝的恩典。最后一项，咱正正行一条对年头到年尾，上帝看顾咱的道路。咱请读第12节，系请。所以，伫未来的一年咱袂孤单。未来一年，我们不会孤单，咱袂寂寞，袂绝望，袂无助。而且，甲咱讲，上帝互咱的应允是对年头到年尾。因为我细汉是拜拜家庭，我到17岁呾领洗礼。伫这个过去咱看这个西公坛，咱会记得无？做西公迄个土地公讲为田头甲田尾，年头甲年尾伫保庇。台湾人伫拜土地公是即款的心思，因讲到为田头甲田尾，年头甲年尾这个土地公就会保庇你。伫这个所在，土地公会保庇咱无？袂啦，因为伊是人，
就是这上帝伊应允讲对年头甲年尾，伊伫迄个所在要保守咱。所以未来一年，咱袂孤单，袂寂寞。上帝互咱的应允是对年头甲年尾。上帝目睭讲常常伫看顾咱。兄弟姊妹，咱拢有带过细汉囡仔去外口佚佗，去百货公司会佚佗。你若带你细汉囡仔，我走，安尼走，你怎样？我跟你讲，你的目睭一直伫遐看，敢是安尼？哦，看讲伊走到遐就看遐，走到遐就看遐。这是做爸母、做阿公阿嬷，咱大家人拢有即款的经验。我看阮的孙仔就是安尼，啊，带伊去佚佗时，我一定目睭看多一个走啊倒，多一个走啊倒。你一定要赏护他，爱保护伊。所以上帝圣经内底讲，为年头甲年尾，上帝目睭常常看顾咱。所以是未来一年，咱袂孤单，咱袂寂寞，咱袂绝望，咱袂无助，因为上帝看顾是对年头甲年尾。真侪人希望放伫新的一年，将希望寄托伫明仔载。但是咱来知影，希望的起头毋是明仔载，希望的起头乃是伫今仔日。上帝爱咱把握就是今仔日。但是魔鬼常常要甲你讲，你的耳根甲你讲，还有明天，没有关系，还有明天。魔鬼常常告诉你，都还有明天，还有明天。这种上帝告诉我们，就是今天，就是今天。所以今仔日咱就爱决定。咱知影上帝是三方，今仔日、明仔载上帝是到永远的上帝。若是安尼，咱应该如何做咱的生活规划？安排伫未来一年的生活，好好使用上帝互咱的每一天。一少我来提供咱5方面来做咱家己的期待甲祈祷。第一项，咱爱善用时间，爱善用时间。科学家爱因斯坦爱讲，咱一生所得到的礼物，我们一生所得到的礼物时间是什么？时间最宝贵。爱因斯坦讲，时间最宝贵。第二项讲善用才能而且善用时间，还佫有一项，还佫有一个安尼讲，迄个 Emerson 这个文学家伊安尼讲，你若是爱千古你若是爱千古，你应该爱现在。就爱现在，但是圣经安怎甲你讲？圣经讲要爱惜，当要爱惜光阴，就疼惜光阴，就爱这个迄个疼惜时间啦。第二项，善用咱的才能。俗语安尼讲：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上帝互咱每一人的才能无共款。所以，咱只有善用上帝互咱的恩赐，咱唔通去甲别人比较，咱唔通讲这个牧师甲比较迄个牧师，这个长老比较迄个长老，这个人比较迄个人，唔免用安尼比较。咱知影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一个人最大的成就最大的成就呢，就是充分发挥上帝互咱的恩赐甲才能，安尼去做。就对了。第三，善用你的财富，善用你的财富甲金钱是一种一个美德。约翰卫斯理勉励基督徒安尼讲：，你要尽你所有的能力去赚钱。有人讲基督徒唔免赚真侪钱，错了。爱尽咱的气力伫遐来赚钱，尽你所会去节省，尽你所会去奉献。善用金钱嘛是尽你所会去帮助人，毋是将你上帝互你所赚的钱占家己所有，家己所用，乃是互你赚真侪钱，你会晓伫迄个所在安怎关心别人、关心社会，奉献伫上帝面前。第四，爱善用你的记忆。咱知影咱的记忆是愈来愈侪会愈歹。我会记陈佑生牧师
有一礼拜我咱遮做礼拜，伊讲伫即个所在年龄甲年轻有啥款差别？伊讲伫讲道中间，就爱看过爱照过来迄落，确实是这样子。咱的记忆毋是83岁甲38岁拢共款，咱的体力依然是共款，有迄所差别。真一人甲我分享，曾牧师，你的生活怎样行？我甲恁讲，今年83岁我还阁会通走路走10公里，1点20分钟久，我就通走了。做兄姊妹，你莫甲我比。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才能、运数无相像，互咱的健康、精神依然无相像。所以，这所以我爱善用咱的记忆，伫咱的头壳内，伫咱心内，爱存一寡真水的这个回忆。迄水的回忆放伫咱心内，无好的所在，咱伫咱心内甲去除掉。所以咱知影，咱应该爱记一寡什么？记一寡人甲上帝互咱的恩惠。通伫年底、咱年头，会通人感谢，上帝献上感恩的心。最后一项，阁善用你的思想，好好思考上帝的话，逐工昆读圣经，互咱通心灵换身来变化。伫这个末世，伫这个世界，伫这个社会，伫这教会，有真侪奇奇怪怪的代志发生，是是非非讲袂了，是非颠倒。互人感觉到痛心，所以这个末世，耶稣要过来以前，咱只能将遐无好的抛在后壁，好好来思考上帝话，求主保守咱，帮助咱，互咱伫未来一年，对年头甲年尾来得到上帝的看顾，得到上帝的这个帮助。面对新的一年，求主引带咱用信心。来倚靠全能的上帝，用信、用望、用爱、用信望爱来行这条老练甲密的道路，有山甲有山高的道路，雨水润泽的道路，是上帝对年头甲年尾看顾的道路，是一条未捌行过新的这个道路。咱搁较要求耶稣来引带咱行这条未捌行的路，同心三甲来祈祷。主，深深感谢你，互阮早起伫你面前的敬拜，求你赐阮祝福，将你的话来教示阮每一个人，互阮未来这一年，阮所要行的道路，有主你引带甲看顾。祈祷感谢，